石田徹也係我眼中裏面最傳奇嘅一位日本當代藝術家。喺佢嘅畫裏面，經常將人體同埋機械結合咗，營造咗一種非常之超現實嘅視覺語言。喺我身後呢一幅空置大廈內的經理座位係創作於1996年。喺畫裏面，我哋可以見到一位穿着住西裝嘅經理，盤起住雙腿，變成咗一張座椅咁嘅樣。然後佢嘅雙手非常之詭異咁樣，同埋一個扶手結合埋一齊。佢嘅雙目係無神，好似就係一件冇咗生命嘅物件一樣。我哋再細睇佢嘅扶手上面嘅皮夾都已經破爛咗。我哋感覺好似藝術家喺度講緊一個有關日本失落10年嘅一個無奈同埋悲慘嘅故事。石田徹也就曾經講過，佢希望用佢嘅一筆一畫去拯救呢一個世界。我諗佢嘅意思就係希望用佢嘅藝術去拯救喺世界上無數咁多內心已經麻木嘅人，可以重新去感受呢一個世界同埋自己嘅存在同埋溫度。我諗喺無數觀眾嘅眼中，我哋都係嗰一位空置大廈內嘅經理，曾經亦都喺生命裏面感受過一種相同嘅無助同埋孤獨。然後我哋都好期望喺某時某刻，我哋會遇上某人，可以對我哋伸出一個同情同埋援助之手，然後將我哋帶去一個光明嘅未來。